学生先向妈祖参拜，高地上智慧甲荣耀的状元帽，让招母经向祖先娘娘、七娘妈致敬，完成当大人仪式。安平开台天后宫隆重举办府城独有的做16会，当中巴拉圭驻台公使的后生约翰嘛特别体验。我之前在读国小的时候就已经有教过这个登大人的活动，我没有想到我会在台湾读那么多年，然后有这个机会来参加这个台湾传统的活动。I want for both of my kids to get very successful and be happy. 整个活动依照鼓励进行，也阁要向家己的父母放茶表达感谢，才算圆满。今年参加学生除了深度感受传统新年礼的意义，嘛进一步认识府城文化历史。进前的1、2档也有印尼的，也有德国的，大家拢来遮。相信咱这个足有意义的这个活动一定会慢慢拓开咱全世界。这个传统维持，我们市政府一定会全力来作为一个文化古都来维系这项传统，让更多人知道。做16会是府城的重要文化资产，随着文化交流甲观光推广，有愈来愈多海外人士专工前来参与，展现台南文化的魅力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